再来看咱国一只工作船伫8月31号伫金门的外海去夹着中国渔船的渔网啊，工作船失去动力，佮互对方围起来要求赔偿。落尾海巡介入，双方和解。也毋过专家是认为讲，咱应该着爱重视两岸伫海上一寡灰色的地带，嘛爱强化咱国船只甲海巡互相联络，佮应变的能力。 半暝海面互电轨照甲真高，这只台湾的工作船甲中国渔船会甲真晚，气氛一时真紧张。本国籍船舶缴到中国渔船的渔网，本台这边接获通报。这只由中华电视委外的工作船原底去金门海口进行地形的探测，想袂到伫8月31日无细致甲中国渔船发生假网的意外，并且失去动力。一时间是互对方动力讨赔偿，加在海巡到场协助，双方落尾是以民事和解方式解决。透过无线电，驶进现场的中国海警表示，案属船舶海事纠纷，双方已达成民事和解，请勿对我船舶进行任何干扰。今年中国渔业休困的期间，对5月7日到8月16，不过过界线掠鱼的情形也是常常发生。5月到尾出现中国海警船从入来咱国的经济海口，赶走咱10多只当咧作业的偏乌渔船，互两岸更加紧张。7月后，偏乌的渔民发现大阵的中国铁壳船伫海上作业，煞无看到中国的海警执法等等的事件，落尾拢变做需要两岸的官方力量来介入。这个挑衅。一方面会让我们的海巡为了要护渔，或者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相关的船只，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一个心力；二方面也会让中国它这个食水滋味有更多的这种所谓的在海上滋事的灰色地带行动的作为，来进行恶意的挑衅。王志祥表示，这款的民事纠纷无排除中国透过模糊地带侵扰，这次咱国的海上执法力量，这种的海上压迫行动，伫南海早就常常出现。即马金门、厦门的水口也常在有相像的情形。咱国应该强化咱船只甲海巡快速联络，又有应变的能力。公司新闻参报道。